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位艺人炎亚纶炎亚纶，去年去卡到性骚扰的风波，演艺事业是全面法庭。其中针对着强制性交罪这个部分，因为罪证不足，无妨起诉。事后，伊嘛透过经纪人来回应，讲真感谢会当来证明伊的清白。今年2024年开始，炎亚纶慢慢恢复伊的工作。因案要到台大病院婚林婚宴的尾牙来唱歌表演，这嘛是伊经过风波了后第一个公开演出的活动。心情还好吗？有做什么准备吗？今天会认罪吗？打算要调解吗？被关吗？艺人炎亚纶2023年牵涉性骚扰的风波，演艺事业全部冻添。其中针对强制性交罪部分，因为证据不够，方法无起诉。落尾透过经纪人回应，多谢证明清白。2024年嘛渐渐恢复工会，今仔日暗时啊嘛头一摆放邀请去台大病院婚林婚宴的尾牙开唱。根据了解，台大病院婚林婚宴的尾牙是炎亚纶经过风波了后，头一个公开演出的活动。消息公开了后，民众拢讲真期待。在前方，在前方，在前方。炎亚纶说来，卖伫27号来到台中出席一个品牌12点钟的活动，要和民众赶紧交流，敢若已经准备好要回归工会事业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